麻雀其實嗰陣時係第一期有4個人啦，就係呢個岑允日啦、阿 Cow 啦、趙家榮、阿 Paul 啦咁樣4個人。阿 Vincent 係第2期先加入嘅。咁呢個概念同人哋概念有少少似日本嘅 Pro-Walk 嘅概念，但係個命運同 Pro-Walk 一樣啦，即係第3期已經運作唔到落去，因為佢付出嗰個精神好大咯。岑允日做呢個老總啦。咁佢壓力好大咯，因為好多濕星嘢要做。咁結果第3期，嗰期係主要係以日本311大地震，阿 Vincent 咧就幫 AP 做攝影師，咁佢好早已經到，差唔多係事發後好快就到。咁佢用手機影咗一紮現場嘅照片咯。咁我哋主要係以佢呢紮照片做咗一個第3期嘅一個主題，叫剎那，係啦，嗱個作者喺度啦，係啦。咁做完之後就執咗啦。即係叫做3期雜誌嘅慣例嘅，即係個魔咒嚟嘅，即係做3期嘅。咁但係我哋之間做嘅過程之中啦，即係互相係有啟發啦。無論係喺個印刷啦、攝影啊或者各方面啊，都係一個好嘅一個經驗嚟。即使係短短3期，咁到今日我哋大家都繼續有關於攝影嘅嘢，都有聚會啊，都有去探討。所以麻雀嘅經驗係好，雖然係個時間好短。咪佢龍虎豹要買晒我哋2個啲嘢，龍虎豹咯。有冇幫我哋？你跑馬你咪其中一個雀友阿坡去拉入啲新一代嘅攝影師咯。係我哋啲已經阿卡我都唔知佢去咗邊。阿 Vincent 啊退咗離開咗 AP 啦。咁做完呢個麻雀之後，其中一個雀友阿岑總，我捉阿岑總幫手做咗一本關於藏傳佛教嘅書。呢個 project最耐嘅，我做咗10幾20年，即係斷斷續續。咁結果的起心肝，呢個麻雀 close 咗之後，自己做自己嘅，抄翻啲 file 出嚟做，咁樣開始啊嘛。咁自此之後，差唔多每年都一係舊 file， 一係新嘅嘢，一路咁做。因為嗰陣時開始有呢個 book fair， 即係 art book fair、photo art book fair。最早係喺呢個 Art Centre 樓下嗰度。Mark Pearson
一個即係出版攝影師嘅一個傳奇人物啦。佢喺日本好活躍㗎，佢就拉入咗一批日本嘅都幾 top 嘅出版社走嚟呢度開檔啊！哇！嗰時都幾旺啊！嗰時 Art Basel 同一時期，嗰啲客睇完嗰度就走嚟呢個 basement 嗰度睇下啲日本書啊！香港就拉入咗我哋呢啲咁嘅自己出書嗰啲人，咁形成咗一個 book fair 咯。咁佢做咗三期到，就疫情嚟啦。之後佢冇喺香港做，咁嗰個 book fair 個棒咧，佢哋俾咗光影作坊，咁佢哋開始年年都做。係咯，嗱個脈絡就係咁上下，我相信。咁啊，其實呢個麻雀之前咧，民政都個出版社都幫我出版一本叫《香港地》，香港地係重要嘅，因為我唔知你知唔知有個英國嘅出名嘅收藏家同埋攝影師叫做咩鬼名Martin Pye， 佢出咗一本中國由清朝到而家嘅近代攝影書，中國嘅一本好大嘅著作，因為佢本身係一個 collector， 關於 photo book， 佢做過日本嘅類似嘅 project 啦，跟住做中國。咁香港地呢本書咧，佢其實係佢喺香港嘅攝影書裏邊揀咗幾本，入咗去呢個佢嘅呢本大作啦。咁香港地好榮幸咯。咁我喺佢拆遷之前，去過好多唔同嘅舊區咯。我用香港一部膠機，香港做嘅叫做 Holga， 咁去影咯。即係諗住，咦香港做嘅膠機，會唔會影香港嘅舊老區？有種 mood 喺度咧咁樣。結果影完之後做咗本書咯。其實嗰時已經去咗英國，嗰個 Hold 係啊，嗰個 Holga其實喺英國我住嘅附近有個係攝影畫廊喺個 basement 嗰度。我喺嗰度先睇到呢部機嘅，跟住佢都要成10磅8磅嘅，佢有賣啊 Holga。我覺得嫌佢貴咯，跟住我翻香港揾翻佢個生產商喺土瓜灣，就踩上去40蚊港紙到咗。嗰陣時我哋久唔久都要翻嚟香港，一翻嚟就用呢架機四圍去影咯。個過程都幾好嘅，即係重新你離開咗個地方，再翻去，對一啲嘢係個感覺係即係敏鋭啲。你以前成日見到啲嘢唔覺得咩，你離開咗一段時間，你再睇係有啲唔同嘅感覺。用呢個 Holga 即係 Made in Hong Kong 嘅舊機。呢個機係復刻版嚟嘅，佢最早其實60年代已經出過，
60年代嘅 Hoga 係賣去美國噶嘛，$1一部啊，咁係聖誕節嗰陣時，嗰啲爸爸買俾細路仔嗰啲聖誕禮物嚟嘅。Diana 都係一個 Made in Hong Kong 嘅膠機，佢係135菲林，135菲林。其實呢個做攝影書呢種創作啦又好，或者係出書又好啦，我哋簡單啲、中性啲叫出書啦。如果好似我哋啲個體戶去出書咧，基本上唔係一門生意咯，因為基本上係你可以收翻啲啦，表面嘅成本咯，例如印刷費啊、製作費啊，或者一啲即係你睇得到嘅費用，但係睇唔到嘅費用啦，嗰個先係龐大啊嘛。如果你按照譬如一本書平均賣400蚊啊到600蚊啊咁樣，你譬如印500本咁樣啦，但係其實如果你一本書個製作，譬如你4色印刷500本，而家大概都要10萬8萬你都要啦嚇印刷。因為我哋印啲書比較厚啊，同埋係咯，即係咁你仲要事前嘅製版啦，我就中意用 jump scan 而家差唔多去到100幾10蚊一張 jump scan。譬如你本書想即係做200本，唔係200張相嘅 jump scan，都要成萬幾2萬蚊。咁你加埋印刷費，再加埋其他啲費用，主要係時間啦、心血啦、交通啦、材料啦、影相，菲林都好貴。咁有時譬如你去呢本書咁樣，你去喜馬拉雅山，你去咗幾廿雲啊，即係10幾20雲啊，肯定有嘅，係嘛？咁有時啲時日短啲，有時啲時日長啲，咁個旅途啊、交通啊各方面，咁你先至做一本咁嘅書，係嘛？咁呢個唔係生意咯，絕對唔係生意。咁當然會有一啲大嘅出版社會有一啲好 hit 嘅攝影書，佢係賺到錢嘅。但係我哋呢個體戶嚟講，喂，如果你想以此作為一個商業嘅行為咧，基本上唔係一個好嘅提議嚟嘅，一定蝕本嘅，一定蝕本。即係你唔好蝕咁多。你又賣到少少嗰啲錢咧，你就可以換落下一本嗰度啦，繼續做，即係一個循環。你能夠做得到呢個循環，即使唔係好賺錢，但係你係按照到呢個循環，你係有條件一本書做完第一本咁咯。開頭好似呢本書 ，story 係你一個 book launch 裏邊啦。我啲 friend 都幾幫助啊，賣咗喺現場個 book launch 嗰度賣咗筆錢，嗰筆錢就可能 cover 到印刷廠嘅一半費用啦。我哋開咗2次會，好似咁你俾咗佢之後啦，咁你咪再賣少少書，再累積下一本書嗰種製作費咯，製作費。都唔講呢個
拍攝嘅費用，因為我基本上係用翻我啲檔案咧，過去啲檔案嚟做新書嘅材料啊。但係你攝影師基本上，我呢個攝影師基本上係條數冇得計咯，即係哇！如果你計埋我呢啲嗰本書嘅成本好重，喂，一個普通職業都有時薪㗎喎，我已經冇時薪，負時薪，所以其實我諗啊，死啦，點搞咧呢啲嘢？不過有時有啲嘢咧冇計，好似有啲人好似生細路咁啊，生埋呢個唔生啊，但係到最後都生咗6、7件出嚟。不過你自己自把自為有好處嘅，即係個自由度大好多咯。攝影書嘅世界同攝影嘅世界係個名有啲關係嘅。攝影書係屬於另外一個世界嘅嘢。攝影即係我哋講一張相咯，一張相同一本書係兩個世界嘅嘢。呢啲係導致我哋即係我啦，都會基本上係做書為主，因為我都冇咩做展覽，冇咩做單張嘅攝影嘅展示，我基本上係用書嘅形式去展示。咁啊3樣嘢嚟㗎，攝影啦、攝影集啦。攝影啊同攝影展覽係比較聯繫大啲啦，因為都係一個平面咁樣，即係佢展示啊。攝影集就係另一種嘢，因為佢有眾數嘅攝影圖片啦，即係釘裝咗啦，即使係騎馬釘又好，或者係正式嘅釘裝啦。佢一個釘裝咧，佢有個過程喺度，即係變咗一個節奏喺度。即係等於一個單張嘅攝影啦，好似一個音符咁咯。咁音符可能好靚都係一個音符咯，但係你如果一首曲啦，你係要由無數嘅音符咧，去即係透過個節奏嗰個唔同啦，係變成一首曲咯。咁係完全唔同嘅嘢嚟咯，表達方式。攝影集有少少似一首曲，即使佢係3、4張嘅相，做成嘅一個簡單嘅一本嗰啲叫做仙啊，或者係點，更簡單，佢都有前後次序咯，係咪？只要佢有前後次序，只要佢有一個節奏喺度啦，佢就已經從一張平面嘅照片係入咗唔同嘅世界裏邊。咁我基本上係做呢啲即係影像嘅作曲咁咯。小説嗱，作曲多啲咯。小説類似咯。即係你一張靚嘅相，咁都可以一張相裏邊都有節奏嘅，但係嗰種節奏同唔同嘅照片透過嗰個
個編排咧拼湊出嚟嗰個節奏咧係唔同嘅，佢係似作曲多啲咯。所以攝影書嘅編排基本上係需要節奏嘅。呢個亦都係啲朋友話：喂，點樣去編排呢個攝影集啊？佢原理上佢就係一個節奏，一個節奏嘅安排。每一張相只不過係一個獨立嘅音符，硬靚都係一個音符。唔會，即使譬如100張照片啦，你揾唔同嘅 designer 啊，或者係做書人啊，或者係攝影師去排列出嚟啦，我諗全部都唔同嘅。你點樣揾第一張相咧？點樣擺喺個攝影師嘅第一張相？啊，第一張相等於你唱，即係一個曲目嘅第一個音符，即係嗰個係一個 key 嚟嘅，啊，高音啊、低音啊，即係類似咁嘅嘢。你定咗之後，好多時第一張相係重要。你定咗個節奏嘅開始，跟住你會有啲靈感，你應該點樣去？你一啲基礎嘅嘢啊，出唔出血啊？幾大幾小啊？用咩紙啊？用咩釘裝？呢個係技術性問題，但係最重要嗰個，你用呢啲音符去做啲咩曲？即係話你用呢啲影像去做一本乜嘢嘅想表達嘅攝影書，呢樣嘢係緊要。我到而家我都一直思考緊，呢個係比較長遠呢個嘢。因為櫃桶啊，即係講得簡單，櫃桶裏邊有好多 file，咁你要整理咯。因為攝影師其實最中意影嘢，但係如果你要去整理個檔案係好痛苦嘅嘢啊嘛。最好攞住架機通街影，咁就好爽喎。但係你要佢面對龐大嘅你影翻嚟嘅嘢，去整理。去編排，去做一啲做本書咁先算啦，都係唔係咁簡單嘅，幾痛苦嘅嘢啊！咁你通街影，梗係舒服啊！即係有好多新發現啊，俾你影到幾張好嘢咁樣。我自己個立場嚟講啊，我就好清晰嘅，即係我都要整理嘅。雖然係即係作為個人嘅整理出版咧，係困難嘅。我亦都想像到唔係個人可以做到，唔係個個攝影師可以做到嘅。咁，但係我就好似都冇咩諗㗎啦，就係做呢樣嘢。咁雖然係困難嘅，好困難嘅嘢，好困難嘅嘢啊！咁做下咁樣咯，即係做完之後，你覺得好咩？但係當你見到一個 product，你會有個即係有個鼓勵喺度啦。咁而亦都有啲人幫你買小書，等你有一個累積嘅資金再做下一本。咁呢個亦都係
鼓勵也好，或者係令到你可以繼續做落去嘅嘢啦。但係都係好困難，好困難啦，因為你通常影相嘅人唔係個經營都咁叻嘅嘛。有啲人我就話，我中意影完，或者我做完本書，其他嘢我唔理。但係對於個人嘅出版嚟講，你基本上你連體力都需要啊。咁你搬書揾人搬啊，唔係個朋友你可以利用，你都唔好意思啦。搬上搬落啊，或者嗰啲即係會困隨你好長時間咯。書其實係好重嘅嘢嚟，即係佢個你越係靚嘅紙張越係重。所以我而家最新嗰本書，我接受咗係用一啲比較輕嘅紙，咁厚嘅咁大本嘅書都係80克。我覺得呢個重量係令我係好似係一種好開心嘅一個因為書係好重嘅嘢。呢種重量即係你，即係講得文藝啲，即係你背負呢啲咁嘅攝影書個書嘅重量，而行一條好難行嘅崎嶇嘅路咧，都有啲能量，係咪咁樣？嗰個係 designer 嘅決定嚟，我只不過接受。我開頭都有啲猶豫嘅，因為輕身嘅紙咧，對個油墨嗰個吸收有幾豐富。因為我比較介意嗰啲深色位啊，或者什麼，但都後期發現有啲嘢唔係下都會好深就得，反而佢淡淡中有一種歷史嘅一種氛圍啊，或者一種空氣喺度啦。你即使睇落去我好似淡咗啲，但係嗰種係一種淡淡嘅什麼什麼啊，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即係就唔一定得一個通嘅啫，有時都可以唔同嘅通，所以我都接受咗嗰個 designer 嗰種做法。我發覺係有唔同嘅一個空間。好似我出嗰本香港嘅書物檔案，我揾designer 阿 Benny 啦，Benny 歐，因為我本書係講嗰啲檔案嘅攝影啊，即係我喺英國嘅國家檔案處。即係有人話係 copy， 但我覺得係攝影嚟咯。因為我借助窗嘅光係有日出日落嘅唔同嘅 lighting 嘅。我覺得係唔係純粹 copy 就係一個 copy stand 咁嘅影法。我覺得係一個攝影，同埋我係影佢啲紙質嘅纖維。唔同年代，唔同呢個，因為你知有啲早到清朝都有啊嘛，咁到後期，到回歸前嗰啲檔案都有，唔同年代、唔同紙質、唔同纖維，綁嘅繩又唔同。我影咗一批咁嘅嘢，所以如果你要再印嗰陣時咧，紙嘅要求，紙質嘅要求好重要。咁Benny佢係
一個印刷用紙嘅一個專家嚟嘅，佢對啲紙嗰個即係有研究嘅，所以我揾佢做咯。咁你話，因為日本紙嘅纖維各方面，即係會比較適應我啲呢本書嗰個 mood 咯。即係如果你去用呢本有少偏黃，但係就好啱印呢啲咁嘅調子嘅，所以都要講究嘅。